前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在按摩行嘅中间来共同嚟研究客家白话文哈。之前呢，同大家讲，提供嚟为一个客家语白话文本一个研究同写作嘅客家嘅详情啊，共同嚟研究客家语客家文嘅参考哈。台湾呢，大家都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不同行业，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史、文艺，同时歌曲词的用法方面呢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要有法度、程度、正确度等等三途啊，真有法度研究何些主言客家语、客家文啊啦哈。同时，客家语言的组合、教学嘅欣赏，就是大家话对于一个主音方面呢，相当的来了解。咬字、用语、语言能够分明清楚啊呢。然后呢，经常相信大家将来嘅录音都听嘅是把位嚟做参考，主音就多看啊，本文多读嘅几遍啊。一个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通顺又流利哦。同时，对我们客家嘅优美传统嘅语言文史啊，真有办法接受下来传承本下批嘅人啊哈。然后呢，同大家讲啊，客家语使用嘅三大要素啊，有声母一共20个，韵母。分为3种哦，一个是单韵母有10个啊，18啊，一个双韵母的呢有34个，28复数3个韵母呀有28啊，上条呢有63。客家语使用的文史啊，三大要素，那三大呢，就会诗言、诗意、诗信啊，但是。大家记得，本音只有用单韵母音，所以个在史来讲啊是呢，连音是伫度里母，大个教育部同学会费啊，只读本音是单音的哈，语音呢还有声母加上韵母加上3条呢，这个情况呢可以看本文伫度里个一个名字伫度里啊，有详细写文，大家来做个参考。好来，一下呢，同大家来读客家商业用语绘画，70米课行销讲产品方面呢，慢慢的读课文意思、英语对照录音，大家可以听来读哈，一个课文本文呢。一个文中人有阿德啊，一个阿才，一个等等两个人呢哈，对话讲话啦啊。本文阿才讲啊，阿德，你看世上人劳劳碌碌，拼生拼死，有人为了生活，有人为了名誉，有人为了存钱。各行各业都有人做，只有政党不做，去笑骗出练谈诈了啊！嘅就是改好嘅头路啊！得就讲啊，有样哦，头路要正派，那系唔正派嘅，就唔咩头路。阿才，唔讲嘅系安尼咩？唔讲嘅系安尼咩？阿才讲系啦，正派嘅条路主要系爱讲究品质同行销两项，同时综合进行运用，才会成功，才会有赚钱。得这个阿才，我讲讲，乜嘅很多。品质咯，
嘛个很多品质咯，就是这个，因为一切商品的生产，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当然，欲望有咩有正派的、邪派的两种。邪派的头路就是头晚爱同讲的8种，其后骗出连太杂流啊，像广告详细一些好嘛，就讲抵挡简单就是1分钱1分货啦，可比什么嘢人天头那么一粒头100个人，100个人呢，同200个人呢2种来讲啊，200人呢头，不论在食品行、工作收入行、时间行、成本行等等方面啊，应该个主权、个功夫啊，个主权、个功夫啊，即讲按呢讲，外地嘅多边来讲，就是看钱来做事，按呢系咪？即讲也做得按呢讲，唔过一类商品呢定义，要分作3个层次来讲究伊嘅品质，即讲好，当真哦。对都讲啊，商品有分3种哦。商品的品质要分3种哦，哪3种啊？请讲本爱了解好嘛？请讲本爱了解好嘛？再讲好，当真哦。最后拿笔来记，这3种非常的重要。第一呢，是核心产品，核2%所谓核心产品。第二是正规产品，正规的产品。第3呢是衍生产品。这3种品质综合运用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再讲啊，马鸡啊，羊公啊，牛价格啦，牛价格吧，羊公啊，牛价格吧，像一个详细讲本来谈好嘛，像一个详细讲本来谈好嘛，这个好，谈好无？核心产品，除是产品的利益也是功能。核心产品就是产品的利益也是功能。可比天球的内部的方面讲，结果的天球的买来一点就要发光发亮，水药要做得持平，水药的做得持平，等功能效果的存在。那系冇俩个功能同效果啊，就算唔得产品。得讲啊，错呐，佢就像河洛话所讲洛阳有啥物洛阳？一句话就是啦。商品冇路用，冇洛阳啊，就冇人爱用。便宜嘅正规产品又系卖嘅咯，才讲便宜嘅正规产品，都系指品牌、特色、包装、
品质、款式等等，也就品质的好坏直接影响产品相动态。做到好坏时节，莫一开千手滚滚来，挡都挡唔了哦，挡都挡唔了啊！得讲，也句话有样嘅讲咯，也句话有样嘅讲咯，做得佢嘅你嘅本来谈好嘛，做得佢嘅你嘅本来谈好嘛，啊，就讲啊，做得公平谈，尤其在呢下嘅社会独立，非常崇拜名牌，有名嘅牌，名牌。那是打出名声的牌嘅哟，商品的价值就贵到无限制，还未抢到无样。当然，名声要打响也唔咩咁简单，也是要有其他两项产品共下来综合运用，才有更好的效果，啊！就讲哦，我意思也想，那是有朝一日，我意思也想，那是有朝一日，我作为事业有众人才嘅排列，充满嘅光景，人生呢？欢乐唔止也好诶，阿才，第三咩？人头嘅人生产品唔成功呢？第三咩？人生产品唔成功呢？阿才讲，嘿哦，咸甜标黑，人生产品除系讲究。卖后服务、安装送货、信用保证、优待嘅条件，甚至你嘅打扮、身装也係講究，等等，亦都雖然唔係十足嘅重要，但係社會呢度因素嘅時間，競爭力就會減少。市場極有可能會本人搶佔份割，啊對，就講阿財，唔講啊安了，我意思記唔放去啦，請唔講一個你嘅本來啲好嘛，請講一個你嘅講本來談好嘛，阿財講好，簡單講，人生產品。雖然同商品冇直接嘅關係，但係同賣嘅效果有相當大嘅關係。就像客家人做生意，講唔講究衫褲外表打扮，也會影響到生意嘅好壞。也會影響到生意嘅好壞，啊！得就講，你又有樣哦，大家也會向打扮啦、政策有獎嘅設置去買，我都相同哦，所以要將人生產品略嘅跌。當嘅來加強，略嘅跌當嘅來加強，真有辦法來同人變生意太賺錢，啊才有咁樣講。所以生意要講商品行銷三大部分，第一係核心產品，第二係正規產品，第三係人生產品，啊即講阿才。講呢三點，我會永遠熟落記在心裏，
同时认真行在脚方，做在树上，安尼，我就是符合人家为哦，我就是符合人家为哦。就讲阿弟，唔过到咁简单咯，唔过到咁简单咯，是嘞，用了无头话，就像爱升天呐，是的，用了无头话，就像爱为就爱上为升天呐，冇咁简单，冇咁简单，还爱讲善用行社会。四个英文讲 P， 四个 P， 就讲嘛佢有咁多行社會40 P 咯，拜託，講本愛談好冇，愛來同檢查，點樣？愛說招冇，愛隨背冇，愛同隨背，再講弟，唔是按好意，唔是按好意。時間啊，差唔多嘅，我簡單講本唔談。行社四個 P， 都係指產品、家私、促銷、通路等嘅事項，就係指產品、家私、促銷、通路等嘅事項。通路就是進出一下。一個國泰商店嘅一個連鎖商店一樣啦，因為呢四項嘅英文字開頭都係有 P 嘅英文嘅字母，所以呢四項都係要講究競爭、成本、合理順暢、平等等等，不論大細也係受成的。都愛相當注意嘅度因素，經營才會更有利。就講好啦，唔該無限，各人在泡片茶，請在個詳細嘅講本愛了解，看下我哋何時何年願開建議出來出頭天冇？願開建議出來出頭天冇？就講，家都費事哦，我先利息咯，有限漲來了。就講，頭擺我講有講過，很同有智慧嘅人開膽向下行。很同有智慧嘅人開膽向下行，不可本壞之講人走。就是呢個道理。是夢，感情有限漲來了。各位鄉親，聽到所讀嘅呢，從8分30秒，接巴下來講下嘅。本文嘅客語試驗注音注解解釋安尼嗬，頭話講到講氣候偏財連太炸了全部合行咧就按到hiệu suất，氣呢乜個呢氣？以太實勢，以強氣弱，以真嘅實硬嘅，協人那個同同氣人冇相同哦，協是有火四分協相嘅協嚇。第二，hiệu一個hiệu呢是一個見識嗰個上手嘅手，係啦嗬。hiệu就是口中在行唔講，暗中行事，心中不規矩，一個就係咯hiệu人。再唔講，心中暗中嘅行事，偏呢在行講，但是心中所想嘅呢都相反，這個心中這個不正啊，出現啦嘅出呢，跳出邊出，以真嘅來本人看，
暗中以家己来挑来温饱那本人啊，将这个就讲本人出走啊，出巴西金广东啊，出有也就是呢挑书边个水台嘅水啊，水台嘅水，有讲铁台、水台安尼啊哈，挑书边加上水台嘅水，也有两盐啊，连自己唔想学嘅东西啊，意图私人来学用，就是讲练后是解释，练后是解释啊，一个第七、第六，谈周边的人，其中一个人也是态度唔会上天没地哦，周边的人都讲啊，以为上天没地哦，种了嘅落到掉啊，在土里起家，像金广东啦，哦，一个汽车集团啊，一个出来用一个太起嚟嘅，哈，拿价嘅拿真嘅来俾人看，结果买以后呢，揾个碉堡，揾个价嘅本人啊，揸是嘅揸，有语言一个讲嚟讲去，增加难以分别。最后呢，还是假的啦，要诈啊！那个用个诈尸，提示的是，六呢，佢是做拳头，私人中介，实价的私人中介，这个不能六做的哈。所以也不只是气候偏左连他炸六哈，也不只是啊，他个略的来了解。第四呢，很多乜嘅名，就係用加名詞，很多都係加名詞，很多一個加還會加形容詞，加出去那個就是哈，給咩給係啊給係這個那是，咁給咩啊，那思想同音不同啊，那不是給咩啊，一個第六，商品同產品是不同。商品是市场贩卖的一个用品，那个有正规产品啊，也那个，但是商品在这里不包含关于讲啊瑕疵品、不良品啊，哈，所以产品在这里不免有那个关于讲瑕疵品、不良品，商品就不得有哦，所以讲啊。快货种的那些市场卖啊，而且市场卖一定要用好的啊。好，再看第七，产品的定义有三层，第一层就是核心啊功能的产品，定义正规产品。第三，衍生出来的无形的，也就会讲啊，主要功能嘅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有形的，第三个是无形的，安尼哈。第八，家私是指家具，一个私有读书学的书哦，哈。家具同家私是无相同，家具是公众大家所认听的家具，家私呢是一个主观性的，你认为好就好，安尼哈。填表盒。填表忘掉了啊！填表盒，一个盒呢有盒南普言，pad 北普言 ，pad pad 董事强，所以也有盒 pad 三言，一个家图那么就啊有反转句哈，手有手音，有录音，有个南北音是。如係安尼啊，南普講手係安尼啊，就冇都講土係安尼啊，有三語嘛哈，三語。小生意小生意養做工，確實是有樣哈，一個做生意。第12多變就是相反，點多頭啊，多變同點多頭哈倒轉來，一個三就是倒轉來同過年倒轉來是不一樣啊哈，意義冇相同。
倒转来同倒转来，思想同意思不一样哈，音嘛冇同样。开单就是跳单一个开比把动一个是客家诗语。人語一個客家白話語文的文化為實際，會講文客家參考哈。開就跟頭行都歸你跳。B 呢就背能行，把呢就向前好，大家14核心中心重要的部分核同言冇相同一個也就是闊反身闊。反身闊第八個就反身言學一個三特色注意闊言個反頭言係言，反身闊的闊，反身個學做學嘅學意思不相同。第15鳥家家叫鳥家家表示鳥就3點水要咩農夫要咩讀鳥鳥同文難以看清楚，看唔清楚用高都會用鳥家家就是看不清楚，用高一個都米字旁，一個是米字旁嗰個農夫的農一個用高就亂七八糟一個農夫的農加上米字旁。按過加上一不那個上夫的一字旁咯，這邊個那個客家話講用係個用，水用係個用，所以用鳥用也按照是注意下好。第17看哪號碼，看哪號碼，一個20連音字看哪號碼，看一看號碼名看哪摸一摸黑美是不是的意思？黑美简略句一個美呢，可以用疑問句、反責句、否定句用美什麼原因就你能背你人如果什麼原因什麼嘢就未婚的女性好，一單個一個 RAD 一個也是為特殊是連音字好，再看大下一個圖就講氣候偏財連塔炸掉也不特殊相當的注意不特殊按過一個天意一個聲音太陽干預本聲音的事啦，一個內部地區將偏連塔比喻為行為該唔檢點的人行為唔正當的人人講偏連塔其他地方講偏連塔將干預嘅本聲音的事我唔維護有練那個阿美就扎實事咯，我也就練偏呢在行就講唔維護塔呢身邊的人講符合樸素講唔維護也就偏連塔好，再看一個第3呢市場商品的定義圖一個幾無窮理，一個實在夠有道理希望各位鄉親米行商品也係做服務有形嘅就商品，無形嘅就服務也總是要有一個3層嘅意義存在，就核心嘅商品一個珍貴嘅商品現實嘅商品，所以講有書篇所寫嘅幾無窮理寫以致用也就以當前以前民國55年嘅時間，成功太有個台灣上都寫真有道理，幾無窮理。看到乜嘅東西都上有道理，學嘅東西呢，按嚟使用這個第4個呢，引申商品、儀容啦、口語啦、打扮啦，一個切縫一個東西佢哋做嘅我嚟做，所以儀容政策也就引申商品，客家人個唔注意好，再看大下嘅行社會4個 P
第一个就产品 product 产品，第二个呢价格价格个 price 第三个呢 promotion 促销，第四通路就 place， 通路就是连锁店好，我哋一个客家白话语文的研究向600篇什么一个国立台南大学博士生李文芬乡亲热心客家实验白话语文来推广同研究，并将阿廖白研究的篇章录音整理叠出嘅 YouTube 也是 YouTube 本乡亲大家嚟看研究参考，希望大家感谢你大下呢就係我哋嘅客家商業用語绘畫嘅一本書，叫咩？是講到第12行銷產品產品加上奢侈品就等於一個商品下次呢同大家講價格價時嘅問題過呢一個講起嚟以後錄音錄起嚟以後嚟講一個客家實驗白話語文嘅文化嘅研究一個在101年所演嘅，希望大家鄉親多多關懷，多多支持來了解客家白話語文嘅文化，也係同客家白話文，尤其客家商業用語繪畫呢，前面所講嘅地有16課你大家好好嘅來應用以上是大家感謝你，再見。什麼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